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我常听阿抛说，他很怀念小时候在农忙时常会吃到的点心米苔目，也就是我们客家人所谓的蜜奇秧。阿抛说，手工米苔目的美味真令人难忘，所以今天我就要到客家庄寻找阿抛念念不忘的好味道——手工米苔目。大哥大姐，你们好！嗨，你好。终于找到了。大哥，你用这手工米苔目啊，不是很辛苦？以前4、5年、10年代的时候，大家都把米做来变化，然后做点心来招待来割稻插秧的工人啊。所以说这是一个回味，也是以前人的一种智慧啊。所以我们把它延续下去。机器做的跟手工做的有不一样吗？机器做的它可以稳定性的持续性很长，然后材料原料上可以自己控制嘛。然后我们这手工做的就是古法下去做，用纯米下去做的，所以说它这没办法很长，只能一小段一小段，所以叫米苔目，就是一幕一幕的意思。哦，原来米苔目的意思就是这样一幕一幕。将打好的米浆放在筛子上，用力推挤，米浆由筛子洞口掉进滚水中，就成了滑溜顺口的米苔目。我来帮忙试试看看啊。好，来手洗好了，来可以用了。好，我用力的往前，要把它拉回来。对对对。哦，还要拉回来。对。靠手掌心的力量推出去。是我手掌推出去，然后拉回来。对对对。好，推出去，拉回来。大哥，我这样有做出来吗？有吗？有的。哦，有哎，我有看到下面。哇，原来米苔目是这样做成的。然后我这个勺子要一直拨动它，它掉下去了，它就会不会粘成一团。你做得很漂亮哦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谢谢大哥。这就是手工的哦，手工你看就是头尖尾尖，就是香港他们叫银针粉。银针粉又是什么意思？对，新的就是因为像银针的，有个是用粉的做的。哦，因为外面看到好像都是圆头，就直直的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头尖尾尖，这种就是手工做的。那大哥为什么坚持这么做？这个纯手工最大的动力呢？原因就是因为回味小时候，回味农村生活，回味家人煮给大哥吃到儿时米苔目的味道。那大哥也将这个回味呢变成了美味，让我现在吃到了有这一碗甜的、咸的好滋味。